来看台南新营有民众伫咧起这透天厝挖地基的时阵，却因为这涂骹挡土的壁无老实做，所害隔壁一个3层楼的透天柜会放落来。若讲到高雄呢，有这大楼内面伫咧做整修，却是有这水泥孔的空管啊，对天顶跌落来，险险啊去击到这骑奥多巴的民众。目前这2单呢，拢是因为这违反建筑法，罚9万块，下令停工解释。关3层的透天楼厝先对下骹落落去，扫到内板慢出去，无几秒规栋拢规个倒去，互附近的住户着青惊。那想地动的涂骹拢会震动。大地震过后都没事，然后就是他们昨天来开挖的时候，突然就倒塌了。起个厝变作废墟，互厝主一家伙仔拢食唔甘。代志发生的原因是隔壁当在起5楼透天厝的工地，14挖地基的时阵，隔壁厝是汹汹倒去。好甲在差不多有50年的这隔壁厝，因为伤旧无带人，才无造成伤亡。工务局顶单位15告场会勘了后，下令业者停工，照建筑法罚9万。工地预计新建地上5层楼透天型住宅，昨天在施作基础开挖工程。因挡土措施未按图施作，导致泥丸倒塌。大钢也来处理这些行程啊，那个公安的我们先把它处理掉，剩下的我们有盖没盖都没所谓的了。这个台南新营仁爱路的公安意外，厝主会时咧先落处理，为了进一步防范，工务局会来检查建难4块地下的厝。高雄嘛有公安事故，有骑奥多巴的执事经过民生1路一个建难的工地，差一点啊，互对天顶跌落来的水泥孔的空管啊牵着，伊个影片发起伫网络提起大家注意。我们有人是有出来处理，有了解状况，就是这个盘下水泥孔的网管。问题是空管啊，嘛有其他民众讲，捌互跌落来细粒石头焊着车顶，工务局接到通报过去稽查。本案稽查后确实是就是违反建筑法第63条的规定。施工场所应有维护安全以及防范危险的适当设备以及措施。工务局表示讲，建难工地是当在做装修工程，才有一寡物件跌落来，会照建筑法罚成造人9万，而且下令停工改善，做全面安全检视，确保工地的安全。根据了解，这个大楼的建案，2023年做污水接管的工程的时阵，嘛捌发生土石跌落来，结果造成工人一死一伤的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